兰罗东一年一届的大代志，就是3月初3地亚西大拜拜吃饭桌。今年要开500桌，早起8点开放红订桌。本地开放订桌的时间是4天，结果今仔日头一天500桌就总红注文了了。大家辛苦哦！人坐脚可一出，有人早提起，有人早枕头，照落线排好队伍。不过顶公所头前哪有这侪人在咧排队？年年小馆60桌，天香餐厅60桌。原来是为着宜兰罗东一年一摆吃拜拜活动，开放报名的前一天，就真侪人报名排队。家己穿椅仔坐，暗时温度0°C，椅仔嘛坐甲真无舒适。这年饼就是未先占灰。你昨天几点就来排11点50。11点50。啊？为什么要那么早？就想说比较前面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餐点的。我一对后壁就来啊。是啊，你嘛是3点50左右的。是哦。啊，你是啥物要遐早来？啊，惊排无啊。惊排无的哦。所以你要订几桌？3桌啊。3桌的哦。号码牌以工作人员的顺序为准。下晡7点半，号码排到了到329号，这边吃拜拜开500桌，大人限定注文3桌，登记时间会今仔日开始施工，因为计小时设计1半左右，开放的头一天就小甲刚康。今年呢，在昨天中午拉完动线之后，就有第一位客人到我们这个现场来排队，很感谢那个乡亲对我们活动那么支持。然后我们今年是开放500桌啦，那各家餐厅的这个桌数不一。民众点火表面讲抢着办桌，预计22号暗时6点，在伫咧罗东镇公所边仔到河旁举办。排队现场嘛大声公开测试，互大家评判。每一桌有比分差，拢总有11项澎湃美食，要互民众食好欢喜，顺手推广宜兰的在地美食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